歡迎嚟臨邵氏劇院。邵氏劇院係全球其中一間最大嘅杜比全景聲混音劇院，設有363個座位。劇院採用多重避震同隔音設計，使劇院與地面完全分隔，有效消除外來環境震動。劇院四壁同天花板均採用多重隔音物料結構，令院內嘅靜音效果達至 NR12。劇院配備79組 Maya Sound 喇叭，喇叭嘅規劃設計經由杜比實驗室審核。此外，劇院亦設有 F8 S6 混音台，配合 Broco 4K 投影機以及超大銀幕，除咗可以用作後期混音同放映外，亦可以舉辦首映禮、電影節或業界交流研討講座。活動策劃團隊可以使用劇院大樓外長約130米嘅通道進行紅地毯、進場儀式等嘅活動。今日有好多 fans 到現場支持你喎。團隊亦可以使用超過7000平方尺連接劇院嘅宴會廳，場地可以容納超過300人，係舉辦酒會或宴會嘅理想場所。而劇院嘅後台區域亦設有3間獨立化妝間同休息區，可供出席活動嘅貴賓使用。